更适合我呢。是，张快快来了，前面一下迎接。哎，店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还在换衣服呢，你们走什么呀？ 这位客人，您有所不知，今天我们集团总裁过来巡店，但这并不影响您购物。如果您有什么喜欢的或者合适的，您可以继续挑选和试穿。祝您购物愉快，谢谢。总裁，妍希，他们说的那个 SL 国际百货的集团总裁，是不是新闻上说的那个花花公子顾西城啊？不知道啊，好想去看看他传说中的老婆是什么样的，这么好命。 我要去看看，我要去看看。人家老婆长这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来，我这件不是，你就有看一眼，就一眼好不好？就一眼。来，你先去试试。哎，帅哥，哎，帅哥，哎，好好试衣服。小妹，我帮你换衣服了。不是，你帮我来这儿不？ 这里要重新装修，这家店的灯光再调得亮一点，这个广告牌子要重新更换。顾总好，这家店装修的不错啊，进去看看。欢迎顾总莅临指导。把头都抬起来。你的头发太乱了，弄整齐一点。你的发型不错，皮肤也还可以。你的皮肤不太好，下班之后多敷一点面膜。整体还可以，不错。谢谢顾总。什么鬼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么巧啊！妍希，哎，你说这件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嘛？ 锦溪，你朋友啊，介绍一下吧。锦溪，啊，对，我是她闺蜜，我叫林小薇，你叫我小薇好了。你好，我是顾西城，我是她老公。老公，老公。你好，老公。不是，你好，郭先生。你是不是肚子又不舒服了？我陪你去洗手间好不好？走。是没有，等我们一下哈。记得干嘛？不是，哎，快，上我这里可以，等等。你，哎，我没事，哎，怎么成锦溪了啊？他什么时候变成你老公的？你老公什么？闭嘴！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心里现在有1万个问题想要问我，今天之后我会一个一个的跟你解释清楚。但是现在你必须要陪后演一场戏，一会儿出去之后你就说你要走，我不让你走，你家里有事必须要走。
你这个蜜月聪明肯定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快走！哎呀，走吧。一会儿你们去哪儿？我让司机送你们。不用了啊，我呢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好吧？你说好骗我一天了，有什么事儿啊？那么着急？家里有事儿嘛，你就既然你闺蜜有事儿，就让她回去吧。就是，这里，谢谢，亲爱的，记得联系我啊，改天请你俩吃饭，到时候我赔罪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拜拜。你这个闺蜜还挺有意思的。看上了是不是？要不要我跟你说个媒啊？这位姑娘，你老公我已经从良很久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走了。